那我真的很感谢民进党有给我这次这样子的机会，那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党内的很多的前辈的包容包括王孝维议员的礼让让我有机会可以参选。谢谢秘书长，还有我们一起被提名的所有立委候选人，还有在座所有的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嘉瑜。那其实我在这里感触非常的深，因为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加入民进党，从个五虎平乱那时候南区立委的一个老虎工读生开始，然后感谢罗文嘉秘书长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在他的立委办公室担任助理，然后一路有机会。那我在民进党里面没有派系，然后也不是政治世家，但是民进党还是一路以来给年轻人机会，然后让我可以慢慢的从政，然后从市议员开始，然后到今天有机会被提名。那虽然我党内的人缘不是很好，然后也有蛮多的争议但是民进党还是不计前嫌，不计毁誉，然后让年轻人有机会，这就证明民进党就是一个多元民主，可以容纳不同声音的政党。那我真的很感谢民进党有给我这次这样子的机会，那也特别要感谢我们党内的很多的前辈的包容包括王孝维议员的礼让让我有机会可以参选。那内湖南港确实是一个艰困的选区，过去是蓝大于绿，但是我相信这一次的选举其实结构已经不同了，选民也改变了。那这次民进党在各个选区努力的推出最强最优秀的候选人，希望能够代表民进党，然后给年轻人机会栽培人才，用最优秀最好的人才来证明说民进党的价值跟理念。那我们也会在内湖南港努力的去团结所有的第三势力，一起来合作，然后一起来为民进党赢得胜选。那2020的选战确实是非常的艰困，但是小英总统在这几年来的政绩，大家也有目共睹。那我们也会一起来见证，就是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的执政的所有的努力跟成果，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在基层其实我们一直都非常的努力。很多的基层的民众也给我们了很多的支持。那这一次对民进党而言，我觉得很多的风雨，很多的过程，但是最后我相信我们都会齐心协力，一起团结赢得胜选。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